民进党这边，因的党主席赖清德要来团结着因的派系，哪像来拄着软钉子，都是互人完全甲下绝。本来讲赖清德因案要伫个官体来请蔡英文这个派系立委来食饭，结果消息一传出来了后，英系立委毋是讲无接到消息，无就是讲无要去。另外，民进党的中执会通过的现任的议员未当选立委的提案，除非是艰难的选区，互外界看作是这是民进党的大局条款。安尼一来，国民党若是派新北市长侯友宜出来选总统，就会当甲拍讲侯友宜落跑。10名英系立委集中伫台北万豪酒店的门口出席一年一摆的小英之友会。去年参选台北市长失败，但是中貌出现，伊接陈建仁做小英之友会营务总会长的职务，外界真好奇，敢会替副总统赖清德参选总统？只要提名小组确定，是这个赖清德，或确定是谁，但我们大概现在目前来讲，应该是赖清德。那总统一声令下，我们全力以赴，没有所谓的心结，没有所谓东西。指控之处，民进党态势是赖清德定于一尊，为了加速派系团结。听讲赖清德本来应案要请英系立委，地点就选伫副总统的官舍，验过。无诶，都无。目前没有掌握这样的讯息。我想我没听，我真的没有听到。拢讲唔知影赖清德有找因食饭，看来英系立委甲赖主席无遐亲。不过立委的提名就袂使等啊，中执会通过讲现任的议员袂当参选立法委员的提案，虽然无强制性，不过被当作民进党版的大局条款。有针对新北市长侯友宜的意思，未来伊若参选总统，就使针对这点甲点。因为本来可以用征召的啊，可是因为已经冲破这个42.5嘛，变43嘛，所以我必须要初选。党内某人认为讲，连任这一届议员真有实力，民进党嘛是爱公平竞争。在南投的补选胜利的民进党，面对2024年，逐步拢爱真细致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